隐翅虫造成的皮肤病这么严重哦，这么可怕哦！哎呦，赶快念那个药师经，药师经，药师经啊！念大悲咒啊，念药师佛。哎呦，番薯啦，哦，去田里面如果有挖那个番薯回来，放在地上啊，它久了会干缩掉，水分丧失会干缩掉，然后有一个孔一个孔一个孔，结果里面那孔里面会跑出这个隐翅虫哎，隐翅虫哎，要小心哦。隐翅虫的样子要记起来。如果遇到这隐翅虫，说不能把它拍死。如果那个身上的毒液碰到皮肤，就像那样，像那个照片那样烂掉，起那个泡，好可怕哦！用嘴巴轻轻吹走就好，绝对不要用手去拍打，好可怕哦！不要杀生，不要杀生，不要杀生，不要沾血迹，比较好，